各位来宾、各位观众朋友，大家晚上好！在这辞旧迎新之际，中国粤剧戏迷网流派坐镇七臂专场，终于和各位见面了。100多年前，粤剧从嵊州唱到了上海，唱成了一种时尚。100多年之后，粤剧从远方回归娘家，创造着新的辉煌。嵊州与上海，发源与发祥，休戚与共，珠联璧合。刚才咱们的一曲迎新曲，为我们将要请出今晚七臂专场的2位坐镇名家。下面就让我们全场的观众朋友用热烈的掌声来欢迎毕派名家原上海静安粤剧团团长杨文蔚老师和著名七派花旦、上海市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七派传承人金靖老师上台和大家见面。来，掌声再次欢迎2位老师。2位老师好，那今天咱们中国粤剧戏迷网和嵊州新闻2个微信公众平台正在向咱们全球的朋友直播今天晚上这场七臂专场演出。那么在今天晚上开场，先请2位老师向我们所有的观众朋友来问声好，怎么样？好，各位观众，我叫金靖，我叫杨文蔚，大家晚上好。从大家的掌声当中可以看出，我们的观众是对2位老师有多么的喜爱。那么感谢2位老师能够今天来坐镇咱们的七臂专场。为了表达家乡人民光大七臂的殷切希望，我们特地的为2位准备了一份特殊的礼物。来，咱们先把礼物请上来。先给大家介绍一下，这2份礼物哈。这份礼物呢是咱们粤剧博物馆的馆藏奚亚仙老师和毕春芳老师戏服的复制品，这也是源于咱们七臂2位老师的一个非常有名的剧目《血手印》的。下面我们将要有请粤剧博物馆馆长于伟为2位老师赠送礼物。这是我们家乡人民对我们2位老师的喜爱，表达喜爱之情，送给两位老师一份珍贵的礼物。观众朋友们，那么咱们这个中国粤剧戏迷网从开办以来就一直在各级领导和社会各界以及我们广大戏迷朋友的关心支持下，不到1年的时间就已经取得了非常丰硕的成果。那么到目前为止，在全国各地呢，已经指导组建了爱乐小站，一共是15个。而接下来我们将要授牌的七臂站呢，就是其中最新的一个。那接下来我们就要掌声请上嵊州市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副局长张雪萍为2位老师授七臂站的站牌。是2位名家坐镇七臂
专场。那么接下来我们就要请上中共嵊州市委宣传部副部长沈祖飞为2位名家授帅字旗，有请。 咱们观众朋友一起用掌声来祝愿2大流派继往开来，代代相传，名满天下。现在啊，2位老师，帅旗在手，众将听令。今天是戏毕的专场晚会。 咱们广大的观众朋友们，其实最想欣赏的，其实呢就是2位老师的精彩演唱。那2位老师接下来能不能马上给我们来合作一曲，让我们的观众朋友来过把瘾，怎么样？2位老师就把舞台交给你们。好，谢谢。 望金龙，杂念门头，说四方，从不知亲有家里。 举书山，举子文扬，去对仗，为吾人欢乐场中，都是将以欢笑。
每人算十人方面，我今日有缘为姑娘。姑娘啊，我要想你谈江湖法，我要向君儿有礼，常来往，难忘姑娘是路忙。只怕是上来天缘是荒唐，贵人离不开多伤怀。哎呦，现场的朋友，来，两位老师留步。现场的朋友们，让我们再次用掌声来掀起第一轮的高潮，好不好？谢谢谢谢。感谢两位名家的精彩表演，真的是七碧连珠，可谓是同根生，共命运，一脉相承，百年情深。谢谢。哎，这两位老师表演的真的是非常非常精彩。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要请两位老师啊上座休息一下，咱们一起到座上来聊一聊我们七碧流派的传承往事。两位老师请。观众朋友们，众所周知，这个七派和毕派是我们的越剧表演艺术家戚雅仙和毕春芳两位老前辈创立的著名的越剧流派。两位老师呢，从1950年开始就有着半个世纪的愉快合作，这在咱们这个戏曲界是不多见的。他们两个也被称为是越剧界的黄金搭档。是的。那首先呢，我想问一下杨老师啊，哎，侬对于个七派跟八派之间的关系啊，侬是哪能看的？哦，七八派呢是不分家的，有七必有八，对有八必有七，嗯，支离别的。对，这叫七碧连珠。那我想问一下杨老师，您是什么时候开始跟着毕老师开始学戏的？好的，我呢今天非常激动啊！我想首先呢，感谢党，感谢搿搭郑州的领导，得知广大观众。我实际上已经退休廿几年了，但是呢，想不到阿拉越剧之家还会得想到我，我感到是老激动的，真的。老开心的啊！是啊。哎，刚刚接了去讲啊，侬是啥辰光开始跟毕老师学戏的？我呢是60年进戏校的，62年呢戏校毕业。当时辰光呢，毕老师呢就叫我呢跟阿拉先生学，是共产党拜师，就是也跟毕老师学的。所以呢，当时辰光呢，我其他派就不唱了，跟我就跟牢住阿拉先生，一心一意的跟先生学，练得先生只嘴巴，练得先生的发音，练得先生的眼睛，我统统学。所以我辣毕业的辰光已经有得小毕唱坊之称了。佼佼者。哎。哎，我记得当初您在这个后台有那么一个故事哈。啊，对个。怎么样一个故事呢？我当时辰光呢，就讲阿拉毕老师同我讲啦，小巨头伊讲百花公子，伊讲电话啦打爆脱了团部，伊讲人家辣问到底是还是伊先生演呢，还是我演？
伊讲侬伊讲真像阿拉先生个囡恩，阿拉先生是同我能讲个。那么当时辰光呢，辣70几年到80几年辰光呢，电台得知这个这个叫《新民夜报》啦，也宣传我，帮他宣传我，讲我哪能就是讲好像惟妙惟肖，或者先生惟妙惟肖。惟妙惟肖，这个词儿用的非常的准确。哎，刚才杨老师啊，您在刚才的聊当中也说到啊，嵊州是粤剧的故乡，是粤剧的家。那么，今天我不知道之前你有没有来过嵊州？我来过的，我是我老师的吧。我们在做学生的时候，我们铅笔老师带了我、周雅琴、朱竹芬一起到粤剧之家来的。当时接待我们的是丁一老师。之前就来过。哎，我还想起来了，我们那个叫什么？我们戚老师的吧，有一次在化妆，我呢刚巧在练那个学手吟唱腔了。那么阿拉戚老师讲了，伊讲搿啥人辣唱了？还是春芳辣唱，还是阿伟唱了？结果伊拉一看，伊讲哦是阿伟唱。哎哟，伊讲我对春芳就几十年了，伊讲我也分不出，伊讲是春芳和伊讲阿伟。搿辰光就已经蛮搿个了。杨老师，那么这次是您第2次来到嵊州了。哎，嵊州怎么样？感觉？我对嵊州是有感情的，为什么的吧？我64年还是66年的时候，我们全国中青年大奖赛10家艺员，我也是其中之一。搿辰光首奖呢就在嵊州。那个粤剧之家那里收奖的，收奖呢我还拿到。你们那里的特产就是做边的么子。竹编是我们嵊州的特产，对，嵊州的。还记得呢，我有一件百花公子的服装，在海津这个衣服，在嵊州的博物馆里。这说明您跟咱们嵊州啊非常有缘分，真的非常有缘。哎，那接下来我要问一下金老师了。金老师，您是什么时候开始跟着戚老师开始学戏的呢？我呢是14岁的时候考上了上海戏曲学校，然后毕业以后呢就进静安粤剧团，和跟着戚亚仙老师学七派。学七派。对。那老师有一种什么样的东西让您紧紧的追随他？其实啊，刚才杨老师也说到了和毕春芳老师的一些很多往事啊。对。那当然我也和戚亚仙老师有很多的往事。那么呢，我就要说往事有太多了，今天就举一个例子。那么戚亚仙老师他呢，是生在上海，他有一种就是与生俱来的那种小资情调，他喜欢喝咖啡，喜欢饮茶。那么呢，就是戚亚仙老师和傅全香老师他们是那个闺蜜，所以呢，经常带着我们的就是一些小朋友出去喝咖啡，谈工作或怎么样。所以我在这里，我总觉得有一点，我真的要向他们学习。他们2位艺术家，真的是对任何一个人，对任何一件事，他们总是怎么说呢？就是欣赏。就很喜欢欣赏别人的优点，我觉得这个真的是很伟大的一件事情。是的，去看到别人好的地方。对。这个其实也是对艺术的一种追求。对。对艺术的一种追求。不仅仅对艺术是高要求，但是在生活中呢，杨老师啊，我们戚亚仙老师也是很有要求的。哎，他每次我到他家去学戏的时候，我最喜欢到老师家去吃呢伊笃戏。就是讲伊笃戏，哎，就是嵊州话伊笃戏，伊笃戏哪能讲我不会说，但是老师对他呢就是很有要求，要放多少海肉，到多少鲜肉，要多少啥么子，所以我最喜欢吃的就是伊笃戏。其实金老师啊，对生活追求品质的人，对艺术也会去追求到底，是的，去追真。是的。杨老师，我呢接下来要问您一个问题哈。其实您也知道，金老师啊一直在这个传承粤剧的传承的工作上面做得非常多。现在这种艺术的传承有很多的形式，包括网络呀，包括电影啊，包括电视剧啊。哎，听说前不久这个金老师在拍电视剧的时候，您也参与到其中了，对不对？我是电视剧，对，我跟他一起排的是《玉堂春》。
当时他对我说：“我们是不是原汁原味的来排？”我说：“好的呀。”跟我们老师说，后来我们就在豫剧排的。那您在这个过程当中，觉得金老师是怎么样去对越剧去追求这个本真的？哎，我对那个金我是很服帖的。他对吧？不但自己花钱花精力，真的，还我们对吧？这次就是到余姚去对吧？外面不是40几度嘛，我们李现也是很热的。他真是那个训练像魔鬼似的训练，就像日本的打篮球的那马魔鬼训练。我已经70多岁了，对吧？但是我看到他，我也不觉得疲劳了啦。没忘记啊，他从早晨9点钟到11点多钟，12点多钟到5点钟，当中没有休息什么的，就一直爬。小姑娘是吧？啥地方手高低不对，放下来松绑。开头学生子嘛，因为那现在小囡侪比较是迭个是吧？葛么有点好像心里难过了哦。到排好了，侪开心心的。我真不推伊，出力出奇，要求高。对这个叫艺术上真的一丝不苟，我是蛮服帖的。谢谢杨老师，真的蛮服帖侬的。甚至杨老师的话呀，就像我属于对吧？特别支持侬。侬看我其他对吧？我是不大想起来，因为我年纪大了嘛，是不啦？是。跟我想，我也要为阿拉先生哦，为阿拉先生整个流派不容易，对吧？我想要有吃一定要有笔要好好教，吃要好好教嘛，大家要一道打。所以我是支持伊，就是支持伊，是吧？顺着刚才杨老师的话呀，其实金老师我也听别人说了，您在这个流派的传承工作上面是有4个亲：亲情、亲才、亲力、对，亲心。对，您为什么会这么做呢？我觉得这是我的责任。那么对于传承来说，我胸有成竹；那么对于继承来说，我胸有成竹；对于传承来说，我责无旁贷。那么对学生，我真的是刚才杨老师说，金吉你会不开心吗？叫魔鬼式的训练，我确实是做到了魔鬼式训练，因为我觉得不严格要求，不言传身教，学不好戏。是，这是对学生有要求，这是对学生以后对观众也是一种责任。对。所以虽然他们觉得练习的时候很苦，给我说有时候我要骂几句，他们都流泪。最终他们得到了成绩，他们会非常的感谢我。就那么一句话，叫梅花香自苦寒来，就是当中来的。是的。苦寒来。2位老师，2位名家在各自流派的传承上面都做了大量的工作，对，都为了这个流派的继承去付出了自己的心血。但是我觉得离不开我们广大观众朋友们。是的，这里呢，我有个提议，我们3位一起站起来，向喜爱七碧流派、喜爱越剧的朋友们鞠一躬，感谢他们，好不好？好的。深深的一鞠躬，谢谢大家。那么几十年来，咱们七碧流派已经流传了好几代，也有很多七碧的弟子活跃在这个舞台上面。那么我们接下来请2位老师呢先休息一下，我们要有请其中几位佼佼者来表演几段。首先我们要请上的是南京越剧团的副团长，著名的七派传人朱令，为大家演唱《王老虎抢亲》中的一轮明月照高楼，掌声有请。好，2位老师来。好。我要请这边来。2位老师小心啊。
下面让我们有请上海越剧院著名毕派新锐司玉玲带来《玉堂春》，大雪纷飞满天飘，掌声有请。到如今，我囊中思绪不胜难，衣衫褴褛不温饱，我是白天飘泊夜。今日大家已经够。
下面将要出场的这位嘉宾呢，启蒙于贺孝忠老师，后来转师于金靖老师，成为金靖老师的开蒙大弟子。他就是上虞越剧团优秀七派花旦陈红英。有请陈红英给我们送上《白蛇传》桥亭三月春光好，有请。刚才大家听到的《白蛇传》是七碧的代表性剧目，逢端阳闭眼，连演连满，常演常新。2013年呢，金靖老师也将《白蛇传》拍摄成了大型的越剧电影。那么今天我们接下来还要来回味许仙与白娘子的美丽传说。那接下来我们就要有请南京越剧团优秀毕派传人李晓旭和杭州越剧院七派新秀管宇爽给我们带来《白蛇传》合播，有请两位。
娘子。北门金山发黑对，为了你不听亲儿两一劝，为了你。
天我要踩到来风，报死他去。娘子，娘子。朋友们，刚才西壁两个流派的这些传人们，给大家送上的演唱，大家是否过瘾啊？哎，过瘾哈！但是请大家继续耐心的等待一下，接下来我们还将继续的为大家献上更多的经典唱段。但是呢，现在我们还是和两位坐镇名家一起来聊一聊刚才的话题。两位老师好，刚才呢，这几位流派传人都在各自的唱段当中很好的演绎了各自流派的艺术特色。那首先我要问一下金老师，您认为七派它的唱腔特点在哪儿？我们戚雅仙老师的他的唱和做表演都具有特色。他的唱宽厚亮，他呢虽然沙而不哑，亮而不尖，宽而不钝尤其是表演，戚雅仙老师他是大青衣，大家闺秀。那么在舞台上表演的时候呢，他很懂得节制，节制这两个字放很容易，是。最难的就是收，所以戚雅仙老师他绝对是有就是那种特殊的那种高尚的那种艺术情操和那种文化修养，所以他能做到了。所以我们对收放自如，所以我们小一辈的演员和我们这一代演员都要向老一辈艺术家们学习。那金老师，您给我们介绍一下，七派有哪些代表性的剧目呢？七派有很多的代表性剧目，那么通常大家都说的叫白雪双玉，对不对？白就是《白蛇传》，雪就雪手印，双玉是玉堂春和玉蜻蜓。那么还有很多的戏，比如说龙凤花烛、梁祝等等等等，有很多七派的那个就是代表这个代表剧目也非常多，特别是咱们戚老师的唱著名的剧作家曹禺先生曾经用2句诗来形容，就是叫“雅歌满江南，先声天下传”。是的。这2句话非常好的诠释了咱们戚雅仙老师精湛的演技，而且呢，戚老师也得到很多的荣誉就像1954年在华东地区公演的时候，拿了演员的1等奖，对，像血手印就拿到了中国唱片的金唱片奖，非常高的荣誉。是的。那接下来我就要问一下咱们这个杨老师了，和戚雅仙老师一样。毕春芳老师都是一代宗师级的人物。那么，我想问一下，有人把毕老师的表演用3个清来形容，是哪3个清呢？因为呢，我们老师喜欢是轻喜剧，轻快的轻喜剧，让。不，譬如刚刚说的那个卖油郎唐伯虎点秋香那个王老虎抢亲这轻喜剧。还有一个轻呢，唱腔呢很轻快的，那个就是很流畅的，那个还能以唱的那个表演出一个就是突出一个人物的性格了。轻快，对吧？轻快，对吧？
那么还有一个呢，就是轻松自如表演。就是对，他就是很放松的，不像我们有时候出去就是很紧张的哦。伊不紧张的，伊老松的一人。轻松自如，潇洒。哎，那刚才你也说了几个比较具有代表性的剧目，还有没有其他的一些代表性的剧目？我们的必派太多了，必派老多啊，哎，对吧？代表性的剧目，地球香啊，对，对吧？还有很多很多。没多。我们毕老师呢，其实也对，我们金老师也说了很多哈。其实七必就不分家嘛。像毕老师也获得了很多很多的荣誉啊，像电视艺术片《春华秋实皆芳菲》拿到了全国戏剧电视剧的长城奖。对，刚才说到的《血手印》也是拿到了金唱片奖。真是叫七必连珠。好戏连台，是的，确实呢。接下来我们再来继续欣赏，接下来我们就要请上的是桐庐越剧团的七必新秀许昕和柳兰给我们送上的《血手印》《花园会》。两位老师继续休息一下。好的，好，谢谢。小姐一片心啊，与你两家早联姻，我千金原是你邻家人，送伊做啊是分内事，相公你何必挂在心？不谈理到攀谈，提起婚事我怒气生。当年邻家门第夫，你父是愿结成妻，始终我无身旁顾，又遭他祸扫家门。我只毛残气身，家贫挑水度光阴。那一日天荒桥边红虚位，路上迎人多叹人。说我天不平地不平，满天落雨半天晴。女婿家饭挑水马，要夫妻马来有成。他为家找来我娘亲，必先抬四娘拉婚，把子还是该收银，从此两家就团了起。
老娘亲，昔生你期望去尽，不是欺病负生。日郎啊，挑水生烟。